我係 Jeff 啊，今日咧介紹一款咧新嘅產品，咁我都係第一次見。咁佢係一個鉸剪型嘅削刀，因為過往咧我哋用開嘅削刀咧都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啦，一塊刀片過嘅，咁我直接就係做一啲削嘅效果。咁但係咧記住一樣嘢就係話削刀咧一定係要濕頭嘅時候先好做，如果唔係咧佢會令到頭髮會好爆好散，同埋咧。佢大概咧，如果用削刀咧，我覺得係喺髮尾裏最底嘅2-3寸用係會比較好啲咯。因為如果你唔喺濕頭嘅情況下咧，佢就會好鬆好爆嘅，同埋會好散嘅。2-3寸咧可以做一啲尖位咧，都係比較好啲。咁而佢今次咧出咗一隻咧削刀款咧係一把鉸剪嘅效果，咁呢個效果咧真係第一次見。同埋佢呢度咧係可以轉嘅，俾你可以用唔同嘅手型去做咯。咁亦都擺位唔錯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佢呢度已經有一個齒嘅。咁當你去做一啲削嘅時候咧，咁佢已經好平均去做到每一個尖位嘅。咁所以佢出嚟個效果咧係比較傳統嘅咧，掌握得比較容易啲。所以佢應該個設計咧，同埋個手感啊，成把鉸剪，當我哋髮型師揸開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佢都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咯。咁亦都同時佢呢度可以更換削刀嘅。咁所以佢出嚟個效果咧，當佢一開始燉嘅時候咧，你都可以將呢個削刀咧換咗佢。咁呢種效果咧，我覺得咧真係唔錯，同埋係好有新嘅設計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對削刀咧有興趣嘅時候，都可以試下呢一把鉸剪嘅。